而家條街都冇人，點樣消費咯？真係慘啊！係啦，而家睇到咧，夜晚7點半8點啊，其實夜晚應該有生意，但係點解冇人咧？我哋今日包場都冇人嚟消費，人流都冇。係啊，人流都冇。哦，晚黑多數都係冇咩人。如果係禮拜六、禮拜日仲冇人，仲冇人，去晒都冇人。珠海消費，去晒邊度啊？唔知啦，係咪？係啊。總之就假日節假日更加冇。哦，五一黃金週好冇生意啊？冇生意，冇生意，仲冇人，仲冇人。啊，咁點搞啊？邊旅遊區就多人。咁你哋晏晝做唔做到生意啊？晏晝就多少少人。晏晝就多少少。晚黑就冇，可能有啲嘢就自己煮飯啦，有啲啊就近市場啊。近市場自己煮飯。咁你哋睇嗰個消費卡全城大獎賞啊，有冇用咧？有少少。抽獎啲人都話食夠50蚊就抽獎。係都有哦。但係最實際咧都係消費卡先有用，消費卡即刻消費啊嘛，直接可以夠經濟啦。消費卡梗有用啦，直接可以超市買嘢啊，消費得嘛。OK， 咁你睇抽獎有時都抽唔到嘅。哦，抽唔到。你消費幾多先可以用？希望嚟緊下半年政府會出經濟救市方案啦，到陣時振興經濟。好啦，加油！如果你喺澳門身邊都有需要幫助嘅人，喺下面留言，我黃德來天上會全力支援。記得點讚關注。